箴言和合本第12章1至28節，喜愛管教的就是喜愛知識，恨惡責備的卻是畜類。善人必蒙耶和華的恩惠，設詭計的人，耶和華必定他的罪。人靠惡行不能堅立，義人的根必不動搖。才德的婦人是丈夫的冠冕，貽羞的婦人如同扭爛在她丈夫的骨中。義人的思念是公平，惡人的計謀是詭詐。惡人的言論是埋伏流人的血，正直人的口必拯救人，惡人傾覆，歸於無有，義人的家必站得住。人必按自己的智慧被稱讚，心中乖謬的必被藐視，被人輕賤，卻有僕人，強如自尊，缺少食物。義人顧惜他牲畜的命，惡人的憐憫也是殘忍。耕種自己田地的必得飽食，追隨虛浮的卻是無知。惡人想得壞人的網羅，義人的根得以結實。惡人嘴中的過錯是自己的網羅，但義人必脫離患難。人因口所結的果子，必飽得美福，人手所做的必為自己的報應。愚妄人所行的，在自己眼中看為正直，為智慧人肯聽人的勸教。愚妄人的惱怒立時顯露，通達人能忍辱藏羞。說出真話的顯明公義，作假見證的顯出詭詐。說話浮躁的如刀刺人，智慧人的舌頭卻為醫人的良藥。口吐真言，永遠堅立，是說謊話，只傳騙時。圖謀惡事的心存詭詐，勸人和睦的便得喜樂。義人不遭災害，惡人滿受禍患。說謊言的嘴為耶和華所憎惡，行事誠實的為他所喜悅。通達人隱藏知識，愚昧人的心彰顯愚昧。殷勤人的手必掌權，懶惰的人必服苦。人心憂慮，屈而不伸，一句良言使心歡樂。義人引導他的鄰舍，惡人的道叫人失迷。懶惰的人不敲打獵所得的，殷勤的人卻得寶貴的財物。在公義的道上有生命，其路之中並無死亡。